我跑去了，我跑去了，我跑去了，跑去了。前方还有好多灯笼哦，正前方希望之塔。盐水类金港，哦，类金港花灯响示，10多个大学的大学生作品展览，元宵节算了，盐水放风炮的日子，这个A金港的延伸过人，有好多大学生的作品展示啊，哦。正修科技大学业务，然后有创意啊，正前方也是北京港，灯哦，花灯展览呢。正前方也是那个花灯展览的地方。已经晚上啊，晚上7点多了，这条路要靠新营了。过那个桥过去还有很多展示品。哦，还有放射那个是什么灯啊？没有看到光线，一条一条的都很清楚。盐水金港啊，花灯展示。哦，今天元宵节放风炮的日子，有神教绕境呢，武庙那边呢。哦，好多神教绕境。放风炮的日子。看盐水的花灯展览，前方在左边到盐水武庙，这条路就通到新营了。哦，你看放风炮，盐水放风炮的日子。中华民国105年，今年2016年2月22号，元宵节正月15号。哦，还没有到盐水国小这边的A金港这边，可以看很多10多个大学学生的作品花灯展览上。白天还可以看到花海，漂亮的花。10多个大学的学生作品展示在盐水A金港，元宵节，花灯展览。走一天可以走那个半个小时哦。这边走过去也可以走10几分钟了。放风炮城装了上万支的冲天炮。这里是赏花灯的，刚好是环绕这个，环绕那个什么古代运河遗迹啊，那是运河吗？义湖2路3门峡4叶金呢，古代A金港遗迹耶，你看，这样走过去要1天可以绕半个钟头。你看，神教绕境啊，放风炮的日子，顺便赏花灯，白天还可以看花。正前方那边白天可以看花海，好漂亮的花。
这条路要往新营了。